你仲記唔記得對上一次見到小肥羊個招牌係幾時啊？我講嘅唔係喺內地某個商場入面路過就算，而係真係行入去坐低叫個清湯鍋，淥幾片羊肉，食完覺得滿足嗰種。如果你近排去過深圳、廣州，甚至返到內地任何一個大城市，你會發現小肥羊間鋪越嚟越難揾㗎，唔係搬咗，係真係消失咗。去到2026年4月底，小肥羊喺全國淨係得返唔夠20間直營店咋，你冇聽錯，係20間。呢個數字同佢巔峰期嘅721間比，跌幅超過97%呀。一間曾經年營收43億，連續6年全國火鍋收入第一，比海底撈仲要威水嘅品牌，點解會淪落到今日呢個地步？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下小肥羊由盛轉衰嘅真相。當川渝麻辣火鍋席捲全國嗰陣，小肥羊以清湯唔蘸料殺出重圍。當時小肥羊有幾猛呀？創立僅僅3年，就喺中國開咗700間門店，平均每3日就開一間新鋪。呢個速度，除咗小肥羊，全世界冇一個品牌做得到㗎。巔峰時期嘅小肥羊，年營業額超過40億，連續6年位居中國火鍋收入第一，僅次於百勝集團，係當之無愧嘅本土餐飲之王。喺小肥羊嘅強勢進攻下，海底撈只能夠按住擴張嘅雄心，轉而採取守勢，小心翼翼咁喺夾縫中求生存咋。2008年，小肥羊成功登陸港交所，成為中華火鍋第一股。10年之後，海底撈先至姍姍來遲，踩住小肥羊嘅足跡輾轉上市。然而好景不長，小肥羊最終黯然退場。截至4月29號，小肥羊喺全國僅剩不到20間門店，已經成為人們茶餘飯後嘅話題啦。有人話佢跌落神壇，亦有人話佢經典永存。咁樣小肥羊究竟有咩過人之處？又點解上市僅僅4年唔夠，就被肯德基母公司百勝購入股份，令佢退市呢？呢個曾經嘅火鍋頂流，到底做錯咗啲乜嘢？小肥羊創始人張鋼，後生嗰陣做過好多小生意，同朋友一齊賣過衫、賣過 BP 機。創業初期資金匱乏，佢甚至瞓過火車站同大馬路㗎。為咗拉貸款，不惜同銀行人員劈酒，食到要食速效救心丸先頂得住。正係喺班兄弟嘅幫扶下，佢先捱過咗最艱難嘅時光。所以喺張鋼心目中，兄弟情誼重如泰山。直到佢遇到人生中一個至關重要嘅機遇——火鍋。嗰陣時，張鋼喺內蒙古賣 BP 機，識咗唔少老闆。佢冇嘢做，就會同各路老闆去飯館食飯。喺嗰個年代，火鍋仲係新潮美食嚟㗎。鍾意食嘢嘅張鋼，勇於做第一個試新嘢嘅人。佢發現包頭附近有一間羊肉火鍋，味道獨特，佢自己都特別鍾意。而同時間喺呼和浩特亦有一間四川火鍋店，生意好到不得了，3間分店都逼滿人。同時，佢敏銳咁捕捉到一個關鍵：傳統涮羊肉依賴複雜嘅蘸料，但內蒙古本地人偏偏鍾意清湯淥肉。基於呢個發現，張鋼決定投身火鍋行業嗰陣，親戚們紛紛勸阻，話佢冇資源又冇經驗，做火鍋店實蝕硬㗎。佢偏偏唔信邪，仲聯合做中醫嘅朋友，調配出當歸、枸杞、草果等60幾種香料嘅湯底，首創唔蘸料火鍋。1999年8月，第一間小肥羊喺包頭橫空出世。開業之後，江湖上結識嘅兄弟們紛紛拖男帶女嚟捧場，鋪內生意火爆，日日排長龍㗎。靠住呢份兄弟支持，小肥羊成功打響第一炮。第一間店每逢食飯時間就逼滿人，每張台每日翻台次數達到5次，門口開始排晒隊。喺當時人均月薪唔夠1000蚊嘅背景下，小肥羊第一間店創下日營業額4萬蚊人仔嘅驚人成績。為咗保障羊肉品質，小肥羊早期自建養殖基地，只揀6個月大石林角勒蒙羔羊，每隻羊只取 40% 精華部位，成本比同行高 30%， 但顧客復購率超過 80% 㗎。短短2個月，張鋼就不得不開第二間鋪，而第二間鋪嘅生意一樣咁紅火。呢樣嘢令張鋼睇到連鎖發展嘅必要，佢採取咗直營與加盟並行嘅經營策略。一方面透過設立直營店，確保產品同服務嘅高品質標準；另一方面就借助加盟店嘅力量，實現快速同廣泛嘅市場擴張。呢種策略令小肥羊喺短時間內門店數量激增。到2004年，小肥羊喺全國裂變成720間門店，以43.3億嘅年營收，將同行遠遠拋離。一時間，內蒙古嘅羊肉收購價由每斤4蚊飆升至12蚊，牧民們嘅羊變咗金塊。連蒙牛、伊利等企業都紛紛跨界建設牧場，自此小肥羊一躍成為中國本土餐飲界嘅大佬。見到張鋼賺到盤滿缽滿，兄弟們表示都想分一杯羹。
張鋼二話不說就開放加盟權，仲將公司股權分俾當年一齊買 BP 機嘅兄弟。呢種豪爽大方，試問又有幾多人做得到呢？喺兄弟關係網嘅助力下，小肥羊以驚人嘅速度擴張。2002年，小肥羊每3日就開一間新鋪，當中80%係加盟店，話咁快就成長為可以同百勝抗衡嘅餐飲巨頭。但係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，呢種單純依靠江湖義氣嘅高速擴張，亦都為小肥羊埋下咗隱患。加盟店數量激增，有好多鋪品質卻參差不齊。兄弟俾咗錢攞到配方之後，就隨心所欲咁經營，對服務質素、口味同食材品質等問題完全唔上心。一時間，小肥羊鋪頭污糟邋遢，食材有問題嘅負面新聞層出不窮。此時張鋼終於意識到危機，佢明白淨係靠兄弟情誼係冇辦法支撐小肥羊走向更大嘅舞台。張鋼將呢啲情況全部睇喺眼內，知道再咁樣落去係行唔遠嘅，佢需要專業人才嘅幫助。於是張鋼將目光投向啱啱上市嘅蒙牛，睇中咗將蒙牛帶上市嘅功臣副總盧文彬，佢三顧茅廬都未得到同意。2004年，佢甚至直接寫信俾蒙牛創始人牛根生要人，街坊傳聞佢仲請當地政府出面講情，為咗話盧文彬等高管過當，張鋼不惜以極低價格俾公司原始股。盧文彬上任之後，立即停止晒所有來自各地嘅加盟申請，仲果斷展開戰略重組，由原先追求數量擴張嘅模式，轉變為專注提升品牌信譽，確保企業穩健發展嘅模式。針對嗰啲合約期滿兼且經營表現唔好嘅加盟商，小肥羊採取果斷措施，用咗4年時間關閉近400間唔合格門店。喺盧文彬嘅努力下，後來仲成功攞到普海等知名海外機構嘅融資，開創中國餐飲公司引進外資嘅先河。2008年，小肥羊成功登陸港股，成為火鍋第一股，風光無限。然而呢個看似輝煌嘅時刻，卻成為小肥羊命運嘅轉折點。融資上市雖然標誌住張鋼由江湖大佬向企業家嘅轉變，但小肥羊並冇真正進化為現代企業，好多創業兄弟仍然留喺公司管理層。兄弟重情誼，資本重利益，兩者碰撞，矛盾一觸即發。外資牽線，肯德基香港前高管楊耀強空降小肥羊，張鋼選擇放權俾佢管理公司，卻未能得到班兄弟嘅信任。楊耀強接手之後，調整開店策略，新鋪投入成本高，盈利卻未達預期，喺內部飽受質疑。佢試圖效仿百勝統一管理各級門店，收回權力。呢個做法無疑觸動咗兄弟們嘅利益，改革難以推進。面對矛盾，張鋼似乎更加信任創業兄弟，冇力撐楊耀強。經歷過明爭暗鬥，楊耀強等外來人喺2009年離職。多年之後，張鋼嘅兄弟仍然對佢哋心存不滿，認為係佢哋嘅改革拖累咗小肥羊。唔甘心失敗嘅張鋼喺2009年說服管理層將20% 股份賣俾百勝。對於百勝，張鋼本來寄予厚望，認為百勝嘅加入可以為小肥羊注入先進嘅管理精髓，幫佢更上一層樓。然而張鋼並唔知道，對百勝嘅依賴同錯判，卻成為小肥羊走向衰落嘅轉折點。2012年，百勝以46億買下小肥羊股份，令佢退市。小肥羊由上市時嘅無限風光，到被收購黯然離場，僅僅用咗3年8個月，淪為百勝眾多子品牌之一。百勝接手之後，開展第2輪改革，佢哋將小肥羊嘅人均消費由70蚊加到90蚊，呢個價錢喺當時堪稱高價，直接令小肥羊流失大批忠實顧客。另外，為咗推行標準化，百勝大刀闊斧咁砍掉8成菜品，核心湯底改用骨粉濃縮液替代新鮮牛骨熬製。呢個舉措直接令小肥羊招牌風味盡失，食客紛紛流失。短短3年間，門店數量由巔峰期嘅721間暴跌至2015年嘅200間。與此同時，百勝集團旗下嘅肯德基同必勝客兩大品牌都陷入咗困境。呢兩大品牌佔咗百勝中國9成嘅營業收入，自身難保，邊度仲有精力理小肥羊？資本嘅介入仲引發咗小肥羊內部嘅激烈動盪。百勝空降嘅高管帶嚟麥當勞式嘅嚴苛管理，要求翻台率必須達到4.5次一日。顧客停留超過90分鐘，店長就要寫檢討。廚房取消現切羊肉崗位，改用中央工廠預製嘅冷凍肉卷。呢項改革激嬲咗內蒙古籍嘅老師傅，佢哋抗議話，冷凍羊肉解凍之後，肌紅蛋白流失，口感好似食蠟咁。但財務出身嘅管理層卻冷冷回應，手工切肉效率根本跟唔上擴張速度，唔順超就走人。此後，小肥羊多次嘗試自救，卻屢屢踩雷。
2015年，小肥羊斥資300萬研發嘅自動升降火鍋，因為肉啱啱淥熟就被機器收走，而被顧客瘋狂鬧爆。重金打造嘅蒙古包廂又因為通風差、油煙大而淪為擺設。2020年之後，小肥羊轉向購物中心推出牧場風體驗店，將客單價提升至120至150蚊，推出羊圍缽、膠原蛋白鍋等網紅產品，試圖吸引年輕女性消費群體。可惜仍然難以扭轉劣勢。當海底撈用美甲、變臉、生日歌打造火鍋界迪士尼，巴勞以滾湯燕牛、無肚燕絲重塑產品主義嗰陣，小肥羊卻困喺舊日榮光入面，動彈不得。截至4月30號，小肥羊喺中國僅剩20間直營店，百勝嘅財報對佢嘅具體業績都懶得提及。就係咁樣，小肥羊喺被百勝收購之後，一日不如一日，3年間70%老員工離職。包頭總店嗰位可以蒙眼變楊凌嘅切肉師傅辭職之後，喺老家開咗間小餐館，招牌寫住手切鮮羊肉，比小肥羊仲小肥羊。更加致命嘅係加盟體系嘅失控。巔峰期，小肥羊為咗快速擴張，容許加盟商自行採購羊肉，淨係派督察抽查，結果河北某店被踢爆用鴨肉冒充羊肉。影片入面加盟商振振有詞，總部羊肉加價30%，唔用平貨根本生存唔到。醜聞衝上熱搜嗰日，小肥羊市值蒸發8億。喺呢個背景下，小肥羊呢個被收養嘅孩子逐漸被邊緣化，失去咗往日嘅關注。對於小肥羊嚟講，資本到底係救星定係枷鎖？目前嚟講真係難下定論。曾經靠兄弟親戚聯手、熟人關係網絡野蠻擴張，迅速揾到第一桶金。可當情誼凌駕於規則之上，企業便逐漸走向末路。小肥羊嘅失敗固然有百姓利益至上嘅原因，但自身嘅急功近利、將降未能完成，由江湖大佬到企業家嘅角色轉換，都係不可忽視嘅因素。當餐飲企業將標準化等同於去靈魂，將規模擴張凌駕於品質堅守，再輝煌嘅神話都會褪色㗎。而家行入任何一間商場，網紅火鍋店們仍然喺度重複緊尋日嘅故事，用融資燒錢換規模，用營銷噱頭換流量，用預製菜換翻台率。火鍋行業正經歷緊前所未有嘅信任崩塌。某連鎖品牌使用回收油事件曝光之後，股價單日暴跌19%，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億。其實遠遠唔止網紅餐飲店請人假排隊，呢啲行為背後係過度追求資本回報率導致嘅行業畸形發展。但總有些老食客記得20幾年前內蒙古刮過嗰陣風，帶住草香同藥香，教會過成個行業一個簡單嘅道理：資本可以買到分店同熱手，卻買唔走舌尖上嘅記憶。小肥羊嘅衰亡本質上係一場雙重背叛。當藥香變淡、羊肉變柴嗰陣，佢親手拆咗自己建造嘅護城河。其實火鍋行業嘅本質係情感消費。海底撈服務員為獨自用餐嘅顧客放公仔嘅細節，創造出嘅情感價值遠遠超過公仔嘅成本㗎。20幾年浮沉，小肥羊嘅火鍋入面沸騰嘅唔單止係草原嘅風味，更加係一個時代嘅縮影。當資本潮水退去，嗰啲喺鍋底入面參水嘅企業終將露出底褲。商業世界入面，擴張嘅速度或者可以贏到資本，但只有守住初心嘅溫度，先可以留住人心。下一次錄起嗰片羊肉嗰陣，願你品出嘅唔止係鮮香，仲有嗰啲喺時代浪潮中倔強生存嘅故事。喺呢個消費者手揸放大鏡嘅時代，唯有將誠意熬進每一鍋湯底，先可以令品牌喺沸騰嘅紅海中持續飄香㗎。